问的，真正要讲有得胜，咱反观的机会、反观的时间，咱有偌济？咱改变的时间偌济？这是老师来讲，当你目睭看着涂骹，你就无看着上面的天花板。当咱心拢一个感拢在伫人的身躯里啊，八卦以后，遐是是非非。老师讲，安尼咱无修啊。毋过咱若定定会安尼甲家己讲，对自身来自我要求，伊的心力是自身，佮不断地研究的话，吼，是要跳，因为咱一直不间断咧学习其实呢，咱每一个人哦，拢有家己的经验、家己的逻辑、家己的思想。比如讲啊，咱会讲哦，透过道文学去甲伊研究。因为透过研究，才会当跳脱咱家己既有的思想呢。咧文天祥其实伊就是受因爸爸的影响，因为因爸爸吼看册视书如命，因爸爸最爱看册，所以呢，文天祥伊甲伊妈妈互因妈妈带伊庙的拜拜，伊在自心当中，伊就暗发立下誓言，讲我以后吼要像因安尼。会当踩伫迄个，会当入咧即个祖，即个庙内面，伊嘛要像安尼就对啦。啊，通常咱无法通跳出迄个时代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捌的，咱经验啊，拢伫一个框框，拢伫一个框框。比如讲啊，为兄弟姊妹，若伫咱道场做诚心的，会受办，咱敢会捌听讲吼，哎哟，伊安尼食甲足袂啦。会咧讲诶，讲足袂啦，啊话过讲啊，你著去遐拜落啊，你著拢有通啊食，吼，就是讲无认同啦。啊，咱想啥物叫做卖？卖就是毋知影路，卖就是出去毋知影倒来，卖就是讲吼做毋着代志，啊一直做了工课。所以你若去网咖拍电动玩具，讲伊拢在卖遐电动玩具，拢在卖电脑。毋过一个囡仔，伊若咧认真读册，啊，咱会甲讲好，伊足拍拼、足认真的，敢是？啊，咱修学道哦，兄弟姊妹，因为你是守知人生无常，人生一地，啊，真诚恳心安尼修办，咱想应该爱甲伊赞叹的。就像讲一个足认真读册的囡仔，咱袂甲讲伊卖册；一个认真拍拼趁钱，会讲好，伊足认真的，足拍拼的，足用功的，伊袂甲伊讲卖钱。但是修办道，因为无了解，所以拢会讲好，迄伤迷信啊！啊，要跳出这个框框，若无透过圣灵的性教育，就是要摕。成心境，互伊思路看无相像。现代科技，互咱会当看。现代科技，互咱看出讲，科技对一个人会遐，安尼，直所用。像对遮你直直看，已经看到这个浩瀚的宇宙啊！咱会阁对这个浩瀚宇宙阁回归来，咱家己共看。连咧太阳啊，连咧太阳，在宇宙当中，连太阳都拢遐细啊！
学管制退种伊哩咯，咱共看吼，安尼看到尾啊，甚至看到咱人对目睭遮入面，看到咱人的 DNA。连迄血管啊，拢有看。是要互咱看讲，咱人若无经过学习的时阵，咱看拢足有限的。一张纸仔的，一个饼仔的，以后就无看啊。如果30工前若甲咱讲，迄手机啊吼，以后有一个物件30工前若甲咱讲，以后你就会当吼去到德国，你嘛会当甲迄个人看着迄个人，可能来讲迄吼放假，是毋是？但是真咱想去到底，是袂足方便的。哦，时代一直在演变。咱的手机啊吼，若无海啊，拢一直在更新的。哦，咱拢手机啊拢爱知影更新，啊咱人的思想爱更新无？爱呢，咱爱将众生的思想透过真理的研究、道学研究，不断的更新。不断的更新，才会当上佛菩萨安尼呢。因为吼太久啊，因为咱的可能行离开厝的路需要伤久啊，来临世间伤久啊，怎误会讲咱遮就是要永远大。其实遮呢，老师讲风尘非久机，所以才要透过性教育，安尼来提升心境，互咱反观自心。就是无非要互咱的念头起心动念，拢有合乎天、合乎道、合乎理，比比深入。哦，当然这爱，可能大家呢，家己自身的用功啦吼，道理既然知，哦，如果咱若无读圣贤册，咱会体会圣贤之志。哦，不得好善不知言，不报私之德，不敢私。不报私之恩，不敢私之德啊！事实啊，人咧讲朋友你若无甲伊做伙，你就毋知影诶。佮有一点人讲，甲阮诶看，迄个困破三领袖，掠阮诶心袂着。迄老一辈拢有安尼讲。咱圣人，咱若无去甲接触，咱哪会知影伊诶精神？咱哪会知影伊诶性格是安怎？他们为什么成圣成贤？绝对毋知影。所以释时贤文就安尼讲：近山色鸟音，近水知鱼性，近hen食地，近牛食麦。就是讲有遮近哩，咱拢住伫山区诶，迄鸟啊，什物鸟啊，就拢会清楚，因为拢伫迄个当中。若近水知鱼性，哪会知影鱼性？咱若伫海边诶囡仔吼，毋免教伊游泳，伊就足好游泳啊，因为环境。咱今仔日一直不间断的咧研究圣道，无非嘛要开觉的知见，觉悟看到家己的心，看到家己，然後肯定家己，咧庄嚴自己，當然咧頭前就愛後成發現啊，後成發現，因為伫這個當中經典摕出生死，摕要素有差別，因為就是哪了解，特就是讲通啊，哪了解，才有法度出生死呢。咱今仔来参班研究，要了解生死的问题，透过实践，就是要解决生死的问题啊。当然，这个课程大家互相勉励，修学研
创足老的，能言善道，甚至哪老单看人无起。头拄仔，咱有看到圣灵迄个传记，袂谦卑的人，迄毋是，迄绝对毋是神是凡。哦，透过哪研究哪亲，前辈才来讲，像玉髓安尼啊，会哪来哪谦卑啊。所以呢，了解道理了，哪了解该用立功来理真正理，伊哪了解，伊哪了解，伊会要甲推广道理哦，真理。哦，毋过来讲真理呢，因为咱想事业的人，做事业的人，多一个无人来咱扩张，哪做哪大呢？亚历山大帝做是乌鸦花，真有乌鸦花，但是伊个经验若抓无着，若面对迄个发生于黑喵之处，不了生死。所以咱伫遮要体悟，如果讲用心用了，知影道理，该了解，用就是讲甲运用、甲作用出来，通用真理。但是伊迄个出发点，拢来自伊迄个真理的所在，伊个道理有初世理玄妙。咱的自心当中一定爱对遮，绝对毋是对咱的心意识，毋是咱欢喜就爱做，欢喜就配合点凡师前辈者，无欢喜就讲我做我自己。绝对毋是，因为咱了解有智慧、善恶清清楚楚，是本是法，明明白白啦，吼，对啦。即结高明理道中用，即个结高明讲心境之悬，其实伊落实，吼，不显性上不露心中大地就有，亲像咱即个师尊啊。伊本来是一个即个行流尊者，毋过伊嘛无显出讲伊是啥物来，就是亲像咱面个古师爷，伊心境遐悬，毋过所流流出来，毋是人讲啊，伶牙俐嘴，伊个心思嘛用嚟计较哩，是安尼实实在在，想法毋是讲哦，我知你个命安怎哦，啊你啊研究飞天正地。神通法术绝对有时，互我拢安尼家己讲，咱若是啥物，迄个仙女来下凡啦，爱修无？爱。啊，咱若地甲撞出来，爱修无？爱。所以呢，圣者因不露神通，因就是实实在在。这个佛陀说出的《金刚经》，依照上迄个直播啊，伊照上突破去咧发言，伊就是实实在在的。如果若学个就出流动性的，迄拢毋是究竟。咱常若点着神经啦，啊，迄石头怎啊变金啊，安尼有好学。但是若经过讲吼时间，比如2000年、3000年，伊怎啊搁变石头？咱想以后迄个3000年、2000年，迄个摕着石头的人吼。哦，拍到半小时吼，安尼咱有做无？咱绝对有做，安尼无法度了脱生死。所以讲真正高明，心境悬，但是伊落实的认识家己，伊老老实实修行，知影要安怎，我该做什么，我应当做什么，实实在在，吼，看是凡夫，即不是凡夫，吼，上总公案就安尼讲。看是安尼，但是毋是啊。广告伊知识顿互伊作礼，我爱时间已有够。伫迄个当中呢，体悟神这个精神创新，因为呢，随时老师有讲，修道爱古老化，办道爱现代化，因为呢，想要建设，咱要安怎互少年来咱接受，当然就爱活泼啦。咱15条佛规讲爱活泼应试，敦厚以从理。这敦厚其实咱人重实在，实在是上介好。伊呢平清质朴，伊所做的无离规道，伊是安怎有法度安尼？因为伊修理中，伊毋是讲一套做一套，因为伊足注重礼。其实所行出来呢，就是无离规律。所以咱会当看这个哦，
因为到尾仔哪会退倒？因为伊迄个中道，伊迄个中体抓无着，迄个宗旨目标伊还抓无着，从啊以里外向上，因为中体抓无着，即个手中，即个中也抓无着，从啊拢向外，向外啦，啊结果咧，咱修学的宗旨一定爱清楚，不离开原点，不管咱行偌远，不管咱做偌济，到尾仔拢要回归到自身，所以迄个仪啊，迄言归仪，不管咱拄着顺境还是逆境，中体若了着，伊才有法度下步道、下步行的，才袂因为住咧啥物即位啊，衣上不骄，位下不贵。若中体了着，若有修中，若有修道，伊才伊就袂，伊袂骄，因为知影清楚。就像即个言归伊清楚，伊做顶面的，伊会谦卑，伊知影有诶责任，毋是权力大，是责任增加，规下呢做下面呢，伊会配合，伊明白，伊袂呢，咱讲搞怪，所以守住稳位啊，人随行，因为伊当家做主啊，以言经书，以言修心良事。所以讲，佛祖讲，不仁者不可中处乐，不可中处欲，不可中处乐。不仁者就是，对不起，放学的时间掌控的不是很好再来无介好势，互呢，咱学习到遮，因为到尾啊，拄着环境因缘。要安怎守住中体？有智慧的人，伊的心境到遐，伊看到真相，伊无离开伊的七祖之心，不管顺境还是逆境，伊做伊应该爱做的，不失礼也不失礼。互我为严师兄讲话有甲咱模范之处，看咱今年点样书以及情形内底，互我求助我不足。最后祝注意情形大家发挥上班，咱就往理想。大众起立。感谢讲师慈悲贤道主公，温道主公，咱再次处理的这个教师，高开我们的展示中。即摆呢是咱中昼要来用餐的时间请咱大家先坐下，等下咱服务人员就便当发到咱的位置。而且呢，像我要宣布两件代志，第一件是咱若是下晡有要加便当咱较远途的先生。有需要订便当的，请来用到遮登记。咱用到遮登记到12:10，所以咱也是有这个需要的，咱过来用到遮来登记。第二个是咱这个一楼的福利社，这个替咱素食的这个塑料有咧贩卖，咱这样是有道理，会当过遐参观一下，有需要买来购买。谢谢。